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唐中信。今集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武曲天府嘅個人運程。點揾自己流年主星？咩主星最吉最凶？同埋有咩要注意？可以睇返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一集。財運正財運呢尚可嘅，但要有作為。偏財運就稍凶啦。正財方面努力呢更加有效益。錢袋穿窿容易掛萬柳一啦。投資要揾專業人士處理嘅，忌自己呢就係落手炒賣，小賭怡情呢還可以。事業受僱者流年有升遷之利，但要主動爭取嘅，展露才華手段，埋堆借力上位，轉工呢亦冇問題。如果工作同政治有關或者掛鈎咧，就會加吉，會錦上添花。但係切記唔好低調，既默默耕耘。營商者咧要有作為，以守為攻咧，唔係冇動作嘅，要以平穩為主調。遇諸事干擾咧，亦無大礙嘅，破財可以等到災。生意咧唔係一年嘅投資，過咗再賺大錢啦。姻緣已婚者會遇重桃花，會有第三者出現，男女都一樣，咁要即時處理嘅。越拖延呢，只會越痛苦，甚至嚴重影響工作。要盡量化解，或者諗辦法盡量化桃花為人緣啦。單身者呢就會有對象出現，而且有唔少選擇添。可惜都不似預期。拍散拖可以，結婚就唔好諗住啦。健康，男性要注意循環系統病變，女性要注意婦科病變，要重點保持身心平衡，因為心理影響生理嘛。唔好為求發泄而暴飲暴食，舊病呢容易復發，要留心走串嘅跡象。赤馬同中若休確，山南險象緊追蹤。馬年重點係埋堆，車公簽呢遇事精工造假，真誠無價。大家可以結合參考嘅。流年主星武曲天府就講到呢度啦。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。祝大家馬年吉祥，萬事如意。多謝大家。